你想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教學影片，就快啲訂閱啦！好啦，而家去到 Chapter 4，面對資訊，面對資訊，從生活出發。如收到這個訊息，你會怎樣做？說說原因。睇下個訊息係講啲咩嘅先。有毒西瓜從南極流入香港市面，已有3人中毒身亡，15人留院治療，請停止食用。佢就話咧，西瓜有毒，我們以後不要吃。講翻呢度先，有毒嘅西瓜咧喺南極嗰度咧流入，即係咯，轉運到嚟香港喎，即係流入香港市面，即係大眾都可以個個都可以買到呢啲有毒嘅西瓜。已經有3個人中毒死咗啦，身亡即係死咗15人留院治療，15人入咗醫院啦。請停止食用。佢就話啦，西瓜有毒，我們以後不要吃，要盡快把這個消息告訴其他人。佢就話先想一想，查證後才轉寄。好啦，咁下面呢？為什麼我們要學習分析資訊？點解我哋平時其實要學習點樣分析呢一啲資訊呢？其實，資訊氾濫，即係氾濫好多好多咁解。你睇下佢好多嘢睇緊，看看漫畫，然後回答問題。我睇下佢要做咩先。佢咧就睇下呢個人上面有好多嘢喺佢個腦入面諗緊喎，跟住咧個電腦又繼續喺度俾好多資訊佢，哇好快噶嘛！Internet 係又有 news 啊，又有 social media 嘅 likes 啦，又有啲 music 啦，之後又有啲 shopping mall、shopping cart 啊咁樣。互聯網上的資訊全部有用嗎？分享你的經驗。現今人們每天面對大量資訊，會出現什麼問題？而家個個咧都會每一日都面對好多 information 喎，會出現啲咩問題咧？呢個咧係俾你一個思考嘅問題嚟嘅。第二啦，再諗下啦，點解而家嘅資訊咧會越嚟越多？頭先我講其中一個原因嘅喎。好啦，第二啦。在資訊氾濫的年代，社會上充斥着哪些不良資訊？看看以下例子，說一說。好啦，睇下而家呢個資訊氾濫，咁多資訊，日日都有新嘅嘢嘅年代咧。我哋呢個年代啊，即係社會上面咧，而家充斥住即係有好多充斥住咧，充滿同埋好多咁樣，充斥住有邊啲不良信息咧？入邊啲不良嘅資訊咧，我哋睇下下面嘅例子啦。OK，呢度有個討論區啦，即係個 forum 啦，上面寫啲咩咧？負面的資訊，呢個係佢話負面的資訊入面寫咩咧？戒毒學校宜遷入住宅區，恐毒清損治安，蔓延毒禍。就話咧有間戒毒嘅學校咧，可能宜即係準備啊，可能係遷入，即係咧遷入去，即係搬屋，搬入去住宅區。住宅區即係一啲 residential area，即係我哋住嘅一啲區。OK，咁咧即係恐怕驚啊，毒清即係咩啊？吸毒嘅一啲青年啊，損治安，即係有損呢個治安。佢會驚呢一啲入去讀書嘅呢啲人咧，本身係吸毒嘅一啲青年啊嘛。咁佢入呢間學校嘅話咧，就會令到呢個住宅區咧、社區入面咧呢啲青少年咧就會周圍走啦。咁驚佢哋會損害治安喎，蔓延毒禍，即係將佢哋嘅 problems 咧蔓延，即係 expand 去其他地方。去好啦，跟住 OK，虛假的呢一個咧就係負面嘅資訊，係啲好負面嘅嘢，即係會影響你嘅啊心情啊，令到你可能會唔開心啊、驚啊。恐就係一啲驚嘅一啲感受。OK，虛假的資訊，啲虛假的資訊即係一啲假嘅信息，會有啲咩咧？例如港府要求內地傳媒澄清香港冇疫情。
呢度咧寫咗啲咩咧？收到內地護士朋友信息，收到內地護士朋友消息，香港本年度流感疫情嚴重，死亡人數已超越2003年沙士時期，信不信由你，出入最好戴口罩。會有一啲咧咁樣嘅 message 咧，喺可能 WhatsApp 嗰度咧會周圍 forward 啦，咁你就會收到講唔係新聞講嘅，但係可能係一啲民間傳嚟傳去嘅一啲消息啦，可能係虛假嘅噃，係咪？好啦，下面啦。3. 這些不良資訊對人們造成什麼影響？對人們造成什麼影響？呢一啲不良嘅資訊咧，對我哋會有啲咩影響呢？重點概念：資訊氾濫、負面的資訊同埋咩的資訊啊？頭先有講到虛假的資訊。OK，係啊，咁你記得寫翻嘞噃。好。如果冇進步，我哋保證學費全數退還。我哋嘅學生進步率高達97%。喺我哋嘅 KMS 教學系統，除咗幫學生鞏固課文基礎知識，更重要嘅係教授考試重點、技巧、方法同埋必考題目，令你極速進步，考試攞高分。我哋今個月只收8位學生，成功登記參加免費試堂，仲可以額外得到藍牙耳機。快啲按下邊個掣登記報名啦！上堂見。